来过一开盘就盘超过500点，专家分析，美国政府虽然恢复运作，不过一寡资料还未公布，才造成这款的现象。台中一个80多岁独居的阿婆，互人发现伫厝里死2个外过，老人团体建议对独居的老人爱定期普查，避免这款的事件。关公署提出2026年补助方案，平常日出去佚佗，若带2枚，上济会当补助2000块，或者认为是外国旅客无够济的关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4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今年7月时，台中丰原这姓王的一口罩5条命的这个案件，检方是查到这个招人来团买的姓李的女性有牵涉到诈骗，而且甲王家骗超过1500万，还阁甲人恐吓。即马专案情节是照诈欺等等的罪嫌，甲伊起诉，求判15档以上的重刑。李姓被告在案发后能矢口否认犯行。妨害侦查，毫无悔意，其行为造成5条宝贵生命消逝与严重社会危害，建请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5年以上之刑。这起诉的理由是有讲到讲，姓李的被告呢，家己是欠真侪钱，为着总钱去甲人骗，而且伊的手段呢是真恶质，事后还阁唔认罪。检方认为讲，这个量刑是展现这司法的公正，也是为着一份公道。另外来看，这高雄有一对4岁甲9岁兄弟仔，伫咧9月时阵呢，互老母的当机灵甲因苦毒。其中这个4岁查甫囡仔是因为闹着想变做食物人，即马经过2个月的调查，高雄地检署是甲这个姓陈的当机灵甲伊起诉，求判12档。这嘛是虐待囡仔修法了后，全国头一个使用刑法的案件。检警甲社会局人员做伙听医生解说囡仔病情。高雄一个4岁查甫囡仔，毋但脑重伤，身躯顶也有真侪大伤痕。高雄地检署调查发现，互苦毒的是一对兄弟仔。囡仔老母的当事人姓陈查甫人定拄拍囡仔，2兄弟仔一柄刷甲规头骹，互处罚。小弟仔不服管教，嫌犯竟然甲伊拖去弄壁。囡仔花艰苦3天，阁无随送病院。即阵囡仔已经正做食物人。13检方侦查结束，对嫌犯求处重刑12年。依高一儿保医疗中心医师就被害人伤势之报告，可认被告长期凌虐2幼童。本属检察官建请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因为小朋友他们又不会自己讲话，但是这样子就是有可能小朋友就这样子断送年轻的生命了，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够。检方调查，其实2兄弟仔对2月开始就定拄带伤去上课，老师感觉奇怪有翕相记录，不过煞无即时通报，一直到9月囡仔送病院，代志才闭空。社会局表示，4岁弟弟也伫病院治疗，9月哥哥送去安置，若是幼儿园真正有延误通报，因会追究责任。那我们会进行查证，然后也会请幼儿园说明。那如果他确实是延迟通报的话，我们会依照儿少法进行裁罚。好，那罚款大概是6000到6万块，看他的情节的状况。正正因为开案件，立法院7月定修法，加重凌迟囡仔刑责，只要苦毒囡仔拢是10年起跳的有期徒刑。高雄这件是全国头一件用刑法来起诉的，不过也是有民众感觉囡仔已经变食物人，敢若求处12年受过轻。记者柯家如赵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这台中的北屯区一个80多岁独居的阿婆，昨是互人发现伫厝里已经是2个外月的时间啊。因为这2个月以来呢，这水表竟然是跳买6000度遐尼济。自来水公司是感觉真奇怪，才通报警方，落尾才知影已经发生这件代志。这老人团体是建议政府对独居的老人都要定期来普查，才通避免这款的事件。总营人员请厝面隔壁避开，将遗体刷出上车。台中市北屯区一个82岁独居的姓詹的妇人长期无出门，今日甲台湾自来水公司发现客家用水无正常，2个月用将近6000度的水，感觉有问题，通报警方。13医保会同里长下岗上门，才发现已经过身。3个月以前他是跌倒以后，救护车把他送到那个医院去。医院去的话，好像敷一敷、弄一弄就好了，就自行回家了。自行回家就没有再出去了。这半年左右，只要一旦有人跟他聊天，或是跟他有互动的话，或是关心他，他都会报警，然后会跟警察说：“哦，他偷我的房契，他偷我的钱。”
互人人徛起伫巷仔内看起真久，厝内是放满物件。厝边甲里长讲，伊长期一人住，无甲亲人共住，最后一摆看到是2到3个月进前。平常时甲厝边隔壁也真少互动。破门时阵发现灶骹甲浴巾水道头无关。台中市社会局表示，有一个查某囝本身经济条件甲生活自理能力好，热笑已经6年，平常时社工甲里长拢有关怀。一直以来，长辈的生活状况跟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以及经济状况一直都不错，所以都由志工单位这边来做定期的关怀。查或者中心，但这些可能是独居的长者，他们生活上的需要，而不是确认他是否独居这样状态。我们之后才有办法去面对这么大的人口群的服务的提供。风土老人福利基金会认为，卫福部甲内政部进前宣布要展开全台动脑普查，除了查出独居老大人的所在地，佮要了解相关需求，而且市区安怎鼓励老人行出家门，进入社区关怀据点，才能避免孤独死的案件佮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这站悲剧，这是台北市的一个要80岁的老妈妈，伊是来照顾脑性麻痹倒伫眠床的后生，已经有50天的时间啊，落尾煞甲伊的后生甲翕死。即马法官一审是甲判2冬6个月，也毋过建请总统甲伊特赦。卫福部长赵宗良是表态支持，也若总统府是回应讲，即马司法的程序还未结束，所以未去介入，毋过会继续来强化长照，避免类似的悲剧。北市一位79岁老母亲照顾尻床的53岁后生，112年老母亲确诊新冠肺炎爱隔离，烦恼无法度去照顾，最后发生人伦悲剧。医生法官考量伊辛苦照顾50年，心中拢真忝啊，判刑2年6个月，佮建请总统特赦。卫福部长赵宗良也表态支持。长照是您的责任，请问部长你怎么看这个案子？你支不支持总统特赦？我支持总统特赦。对于这个照顾者的支持，这些替代方案，我们要做得更多。律师分析，大赦甲特赦拢是总统专属的赦免权。大赦是对中国性的特定罪行，无追溯也无执行刑罚。特赦是免刑无免罪。咱国历任总统伫过去有8摆特赦记录，以前总统李登辉任内，特赦比雷岛事件受刑庭特赦人数上侪。司改会指出，过去呼吁爱特赦的对象，主要是从冤枉罪甲。这个被告其实是一个高龄者嘛，那他确实也非常辛苦，所以这个是制度上在操作上，除非你去修法，否则短期间之内就法律就走到这个地方卡住了。司改会讲，司法有伊的极限，这件照顾者人伦悲剧，更较凸显制度问题。面对指出，根据媒体已经报道的10年来，几啊件长照人伦悲剧，当年平均有8件，显示并不是个案。整合医学专科医师邱冠富表示，台湾引进的长照模式，多数载体服务、家访服务，不过资源集中才会当互照顾者休喘。未来要以照顾者为核心来拍拼。真的要再思考到照顾者，我们该怎么照顾他？哦，你今天拨补任何的预算给他都没有用，你没有给他实质的这个照顾体系，他就没有办法办到。针对特赦呼吁总统府回应，深圳关注长期照护压力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会继续强化长照支持网络，避免类似悲剧。个案目前伫司法程序中，徛伫尊重司法独立，未介伫个案会看司法程序完成了后，才做后续的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来防止这非洲地震，行政院会是宣布讲，11月7日开始，若准各国寄来的包裹，即内底若准有猪肉，安尼无论是无细粒，还是讲挑过伊，拢爱来食罚。头一摆是罚20万，也若第二届就会罚到100万。检验器来回一直去找出是毋是有违规可寄的包裹。台中出现头一个非洲地震，行政院解除猪肉禁令了后，边境防疫嘛搁较严。行政院会13确定，11月7日开始，寄送有猪肉邮包的违规输入人员，无论故意过失，一律挨罚。头一届罚20万，第二届罚100万，取消头一届毋是故意免罚的规定。违规输入的这个部分，无论是故意或者是过失，一律就是裁罚。第一次20万，第二次就直接100万。那另外，关务署也针对高风险旅客货物人工的这个开箱查验比率，提高至少20% 以上。过往很多这种输入的时候，然后就当作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变成可以
利用这样的一个规范去逃避这个罚则，所以我们这次修改。你有任何的理由，我想经过裁罚了以后，可以针对行政的一些诉愿的部分呢，你可以提起相关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救济作为。国内用喷饲滴禁令也未解除，根据环境部的统计，期间全国平均每天生产1779吨的喷，外界是烦恼喷用烧的强劲的排放地恶性。对这代志，环境部是讲，焚化炉本来设计都有处理喷的功能，不过爱老嚼，而且会加严地恶性监测一届，用烧的是低级做法。在检测方面，我们除了定期检测之外，在这一次应变期间，我们特别要求各焚化厂要加测一次的戴欧辛。在中长期处理的去化，将会朝向生质能源化、多元化或其他方式来处理。另外，针对防疫期间喷的再利用演地场管理，地方环保机关目前正在进行第4波稽查，前3届完成率达到100%，拢总查到4件违规的业者，有依法处分。记者采访报道。咱台湾非洲猪这即款加在是摒有过，即马各县市呢嘛开始来进行猪肉的产业。新竹市除了宣布这市场肉店呢是免收1个月的租金以外，也要来举办幸福加倍活动。民众拜5、拜6去到菜市仔呢，摕100块就当换200块的消费券，鼓励大家用行动来消停咱的国产猪肉。透早菜市仔大家无闲咧做生意，卖猪肉的摊商也咧传肉品。业者讲，虽然讲非洲猪这疫情渐渐缓和，不过伫政府禁止抬猪迄段时间，确实造成不少损失。对整个产业链都影响很大。从猪农、从拍卖市场、从肉商到猪肉摊的下游到一般的店家，整个都有影响。猪肉进载禁运才有15天，其实15天阮这个单位其实差不多前2-3天伊的冷冻的卖了后，就差不多就无生意通做啦。为减少猪肉相关产业的损失，新竹市连续2天伫市场办活动，民众只要用100块，就当换到200块的消费券，会使用来买猪肉相关产品。过去的2个礼拜，他们确实非常的辛苦。那我们要恢复消费者的信心，尤其现在可能对于有一些做出口的加工食品的厂商，他们也会面临到相关的一个挑战。拿100块的现金到我们辖内10个传统的市场来进行相关的兑换，100块可以换到200元的一个加倍券。新竹市府指出，消费券大家人限制换1摆，总数量有1万份。希望透过实际行动来听在地摊商甲猪肉业者拿3笔数，互民众来当带动市场的买开。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彰化伫咧爆出这分普年鸡卵事件了后呢，彰化县府是来公布第3届采检的结果，也是有2起检到这分普年的代谢物，所以继续管制这个案场，所有的卵也拢先来甲封存。即马检方也去到现场来收查，嘛甲这负责人带去调查。另外，这事主呢，正也无排除是有搁较侪案例。彰化县政府10日起到文雅跳牧场，搁一摆封存采样相关检体和卵品，拢总25件，13结果出来，嘛是有1件卵品验出芬普尼代谢产物0.045 ppm 的残留，这嘛是这对10月27以来第3摆验出有残留反应。持续管制，每日派员进行这个鸡蛋的清点，并封存在畜牧场里面。彰化县政府持续管制监控，清查封存这个厂的卵品，但是芬普尼到底是对倒位来的？彰化县动防所初步排除4颗内的环境和饲料受到污染，但有无检体直接验出芬普尼？研判场主是直接把这头汤药喷伫鸡仔身躯顶，但是场主否认。彰化检调13嘛，把场主带回去调查。于近日进场搜索，全面采集检体送验，检察官并查扣相关证物及药品送鉴定，负责人等由执行机关带回接受调查。国内部发起草卖卵是残留芬普尼，小署伫代志一开始是认为是个案，并无扩大抽检，嘛引发立法院拿力的批评。有立委讲，过去7年随机抽检4232件，敢若1件出现残留，都定调讲是个案，实在是伤过凊彩，应该扩大调查。小署解释讲，个案讲的是目前尔，无排除反向有更较侪案例。假如芬普尼持续存在，我们要做这件事情。那因为我们验了从107到现在4000
282次里面有验到1次，表示它的风险，它出现的次数并不是常态的。咱是要扩大调查小数无免讲，中华在地的农事指出讲，连续3摆拢连2品内面验出有芬普尼的残留，但是环境却无验出来，推测饲料内面可能含加入头糖药，嘛可能唔那一件安尼做。要给鸡吃，它应该有一台混合机。如果要采有没有，其实这个机器上面就可以找得到。说真的，没有被验出来，大家都说没有。这世上有没有，大家都心知肚明。家长讲，若是直接伫鸡仔身躯顶喷药啊，环境嘛有可能验出残留。因认为是家己的饲料的可能性较大，这嘛显示这个场的饲养环境条件无啥好。不过实际状况嘛是搁要等检调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个高雄桥仔头科学园区呢，是按算今年底要正式来启用。即阵已经有26间的厂商来投资设厂啊，也那中央呢嘛来投入137亿来做当地的公共建设。这南科管理局今仔日也来举办记者会，说明目前招商的成果。现场的状况，咱交予台记者柯嘉如。是主播，对家己开始一直到屏东，中央按算要伫南部打造一条半导体的十走廊，其中位伫中心点占地262公顷的高雄桥仔头科学园区，准备年底要正式启用。包括半导体、智慧机械等等，即阵已经有26间厂商来投资设厂。南科管理局也特别举办说明会，向各界了解目前的招商进度。科学园区我们其实都已经采同步开发、同步建厂的作业方式。所以，国土署在居登工程进行的当中，我们也同时招商。如果厂商有急用，它也同步建厂。所以，目前已经有核准26家的科学事业厂商可以入区。然后，目前大概有7、8家厂商也已经在建厂当中哈。桥仔头科学园区一定会提供11000个就业机会，一年产值估计有1800亿。为着要营运到时，会有大量的人口涌入来，中央也投入137亿来做当地公共建设。期待桥仔头科学园区的启用，会当带领地方做伙发展。以上是现场的状况，咱从镜头交予主播。继续来关心这个丰台湖呢，宜兰的东山有一间度假行馆，在饮水期间呢，因为是有设置围墙甲杂水帮，所以一滴水都无引入去。即马线顶是讨论甲热烈，也毋过其实呢，事实上这间行馆是违规的建筑，即马已经互县政府甲列管啦。另外一边，这个饮水上界严重的苏澳呢，是预计今仔日就会当完全拢来清刷。画面内底这间宜兰东山乡的度假行馆，4块链顶有围墙，嘛有菜杂水帮，所以这个水无淹去内底。业者甲影片抛去网络顶宣传，引起正人的议论。不过嘛，去有网友指控讲，这行馆根本是违章建筑。违章的面积约200平方米，那这个部分目前是列管排拆。根据宜兰县府的资料，这个度假行馆有几项违规，除了违反区域计划法，这项检举就会罚6万至30万。因为部分的建筑是属于违章建筑，防以建筑法列管，爱安排拆掉。部分的建筑无摕到民俗的登记证，违反法定观光条例，县府会持续复查，会当罚10万至100万。环保团体认为讲，这个行馆的围墙应该要先强制拆除，因为这会互附近其他的所在饮水更加严重，造成公共危害。现在业者是暂时无法度回应。就是它的防火闸门，如果是在它10%的农舍用地上面，那它本来就合乎规定。那其他的90%的围墙，照理讲就是会影响到蓄水功能。这个苏澳饮水上较严重，目前初步估计受灾户有超过4000户，居民要持续伫整理家园。苏澳的冷泉酸长嘛真严重，伫内底全部拢是烂土甲粪扫，业者预估，若要恢复会当浸冷泉，要搁要1、2礼拜。是先把池底抽干了，然后就是都用高压机的方式去把所有泥沙冲刷起来。我们在今天入夜前，我想我们应该整个清运的工作，还有这个洒水，然后清消的工作，应该就都可以完成。民众为厝内弹出来粪扫暂时放咧街仔路，国军来到清理。目前这废气味暂时也无分类，有先规划2个所在会当先放。地公所讲后续会再个分类甲处理。目前国军、县府甲公所的机具拢全力投入灾后复原的工作，估计暗内就会当协助这个居民完成整理家园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是因为加这纪录片的时阵呢，舞唔到 Trump 演说的内容，互外界看起来哪像就是美国总统 Trump 咧煽动这国会来暴乱。虽然讲这 BBC 是有正式来甲回实的纪录片也袂搁再登报，也毋过其实因是无愿意来赔偿 Trump 所要求的10亿的美金。这件事件也造成 BBC 高层是接线来请辞，媒体运作拄到大挑战。总部伫咧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最近互人提出讨论，因为因伫节目内面甲美国总统川普伫2021年1月初6的演讲3段内容经过剪过了后，互人误认为川普直接叫民众采取激烈的行动。代志互每日电讯报报道了后 ，BBC 承认判断失误，发函向白宫回释的。Well, I mean, the BBC is a public institution, so obviously there is an overlay that doesn't otherwise attract private publishers, but is a consideration for the BBC. And they will need to weigh whether the cost of litigating this justifies the public money that will go towards it, or whether it's better to resolve the dispute. BBC 讲袂搁再报这支纪录片，不过无认为这件代志有构成诽谤，拒绝川普所提出的赔偿10亿美金的要求。We're going to walk down. We're going to walk down anyone you want, but I think right here we're going to walk down to the Capitol. 川普的律师团讲 ，BBC 的做法影响川普的名声，甚至可能影响伊伫2024年大选进程的民意氛围，要求 BBC 上画这礼拜5进行会议的撤回影片，并且赔偿。不过，法律专家讲，川普已经赢得选举，要证明重大损害困难度真大。美国公众认为要告诽谤，就要通过恶意条件。The speech was published by the BBC prior to the last U.S. elections. In the event, Mr. Trump did succeed in that election. So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Mr. Trump to establish a case for harm when he won that election. 不过，这件代志已经和 BBC 发生内部信任的危机，大前幕后的偏差证据开始互人晓出来。造成总裁戴维加新闻部执行长图内斯两个人拢请辞。外界认为，这场跨国媒体加政治风波，恐惊会对 BBC 未来的皇家特殊状削弱造成压力。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再来看美国伫11月12日的时阵呢，来发行最后一个流通版的1分钱的金额啊，以后就袂搁再做啊。除了讲即马这电子支付已经真普遍，嘛因为呢1分钱的金额啊，其实伊的制作成本已经加悬，做落是袂好，嘛无符合经济效益。台湾记录器开始制作1仙钱当先啊！美国费城做白厂12制作美国最后一批流通用的1仙钱。美国财政部讲，生产一个1仙钱的当先啊成本要加4美分，而且即马现金的需求无大，停止生产一年会当省5600万美金。中国政府今年初下令停产，所以零售商、加油站最近拢开始甲现金交易改做5仙进位的方式。It's emotional. 232 years of history. The penny's been struck for that many years at the mint, and it made up around 44% of our production for the last 15 years. So it's an emotional day. I think everybody's going to feel that. 1仙钱要停产，美国的零售业开始做准备，便利商店打广告，提醒民众现金交易将会4台5粒到上瓦近5仙。要业者鼓励消费者早当先来交易，甚至用饮料或者是优惠来换去我大家拢放伫咧拖内面的1仙钱。美国财政部讲，1仙钱也是有法上地位，全美国约有3000亿的1仙钱伫咧流通，未遂消失。上面一批1仙钱当先啊会公开拍卖。Given the rapid moder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wallet, th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and President Trump no longer believe the continued production of the penny is fiscally responsible or necessary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伫即马加拿大、纽西兰、澳洲加爱尔兰等国家，拢已经甲上届名业的当先啊原价淘汰掉，全部拢用电子支付或者是5仙进位。美国这边第一做，互大家认为是货币史的时代转变。虽然1仙钱的功能慢慢消失，也无完代表真侪美国人的记忆甲文化。公司新闻张伟林、吴其昌编辑。
当来关心咱台股今仔日一开盘无偌久呢，就跌超过500点啊！专家是分析讲，这美国政府虽然讲已经恢复运作，也毋过一寡资料到当时还未公布，毋才会造成这款的现象。因为美国联准会是传出要来暂停降息，这也牵绊到科技公司明年融资的状况。台股就是早盘出现真大微暗，开盘平乌，为27,816点开出来了后，落到上加27,383点，超过500点。电子股嘛同款有压力，台积电开盘大落到1425块，落35块，电子股差不多全面失守。市场解读是外资全面撤退造成的微超。美国的殖利率期限出现了熊陡的发展，除了对于股票市场出现估值的压力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针对于 AI 企业未来的融资状况出现了更大的压力。那我们看到，当这个殖利率曲线长天期的这个利率是往上抬升的同时，那这个背景是建立在美联储降息的环境当中，那么就代表其实这个降息的环境并不足以让整个投资人呢有一些比较属于资金宽松的乐观预期。亚洲股票市场卖压嘛正重，就是日经指数早盘大落，嘛超过1000点。韩国综合国际指数同款开盘落价幅度差不多2.6%。专家解读，虽然美国政府已经结束历史上上长的关门，不过关门期间因为欠缺官方的资料，可能包含 CPI、非农就业指数，拢无法度如期公布。美国联准会无法度判断市场的情势，国际官员释出暂停降低利息的警讯，引起烦恼。对台湾的一些影响呢，最主要来自市场面包括外资的流出啦，汇率波动以及科技需求可能放慢那整体来说呢，是金融波动，而不是金融危机。专家分析，美国降低利息的期待可能无望，大先受到冲击就是 AI 相关概念股，因为市场烦恼 AI 企业融资的利率成本提高，金融机构融资审核更加困难，也可能利率调悬，影响甲美国客户合作密切的台积电。不过目前台股起落是属短线波动，长线来看，台湾今年经济的成长率可望挖近6%，经济基本面也是真好。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台美关税呢，即马是犹搁咧潮。联合银行调查讲，在国内有3成外的即个上班族是咧减外劳啊，而且今年即个数字呢是比去年犹搁较低7%。大概是希望讲透过这个减值会当加赚10000外块，显示台美关税的局势，互人无啥有信心。美国对顶关税为8月初1开始，台湾的暂时关税税率是20%，还阁调加。不过到目前为止，台美对顶关税依然继续的参详，还未确定。那增加企业营运的无确定性，也互上班的人烦恼，任职的公司会受到关税影响。关税的东西对我们兼职人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兼职的工作就是多方面的去做嘛，现在就是这种斜杠的感觉。1个月大概会抓休息1天左右，然后有时候的话甚至是全满。1个月的话，应该至少有5万左右。联合银行针对上班人做调查，发现有将近3成8人表示，公司受到台美关税影响，其中上烦恼的状况就是被裁员，第二是被减薪放无薪假，也少数人烦恼今年年尾奖金会被取消，或者是求水，或者是公司倒去失掉员工。调查阁发现减职的状况，去年只有2成6，今年增加3成3，比去年增加7%。不确定的环境之下，很多的人他们就会开始选择要替自己呢有一些安全感的增加，所以会开始做一些兼差打工。他们希望呢平均可以为自己增加大约是在14720元。部分做散工的人认为，比正职的投入时间存期好分配，薪水也较悬，万一国际经济情势转变，也较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的是，这总统热情就是来会见第3届来访问台湾的圣克里斯多福也个尼维斯的总理德鲁。除了是联络感情以外呢，也感谢对方有持续为咱台湾来出声。也那 G7 外长会议也已经第4届来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同时也来关注中国军事扩张的情形。会见过一摆访台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总理鲁德，总统热情地望望这两个密切交流，帮其继续提升，也感谢因一直为台湾发声。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德鲁总理，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并且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安全的重要性。最近结束 G7 外长会议，会后联合声明中也第4摆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表达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观察中国一直在军事扩张。7大工业国集团鼓励以建设性对话和平解决两岸事务，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合适的国际组织。外交部表达高度欢迎与诚挚感谢。副总统萧美琴应邀出席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 IPEC 年度峰会，佮通过台湾海峡宪章会期宣言，特别强调应该明确界定宪章，确保台海和平。不过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表态，那台湾有代志可能造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中方一直在抗议。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必将迎头痛击。根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中国已经召集日本驻中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不过，日方也就政府立场说明甲反驳，佮要求中方妥善应对驻台办总领事事件对高市早表的不当言论。另外，美国国务院通过3.3亿美金的对台军售，包含 F-16战机、C-130空运输机甲 IDF 战机的零件维修等相关服务，是川普回归白宫了后第1摆批准的对台军售。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即马除了这民进党立委沈碧荣互中国甲通缉以外呢，网红巴掌甲闽南人嘛，互人甲点名。有网友是伫咧社群平台找杀手，讲要伫咧台中来集合。警方判断这个 IP 是来自境外。目前除了哪位是无认同以外，绿营吴思瑶也表示讲，这是中国调工要互台湾社会愈来愈乱。我相信呢，以中国的这个反应来讲，看起来就是他们被突袭了，然后又要再来不管是跟踪啊等等之类的，我想说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了。伫德国转来，民进党立委沈碧荣伫咧立法院对于和中共全球通缉一中心，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拢无应该受到恐吓。只因为你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只因为你认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他就说要制裁你，就说你要分裂国家。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站起来，要守护整体台湾国民的安全。另外，网红巴掌闽南人也能和对方发布赏金通告，赏金换算代票上悬109万。结果有网友伫咧社群平台要做暂时选手，甚至烧招伫台中会合，讲要伫14行动。非常不认同这样的一个网友的言论哦，大家要知道哦，现在是法治民主的社会，任何有这样子的伤害的行为呢，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该留言账号是以金怀门号所申请的。那相关的留言是从今年的7月25日开始活跃。那留言的内容是针对两岸的情势或鼓励中国的贴文来进行留言，所以我们研判该账号是中国人士。中共想要伫咧全世界进行长久管辖，自由通信传播协会本来按算2-3要办，过来第一场反跨境镇压座谈会，结果有人闹话讲要去台单起有弹，甚至社会局警政署长信箱恐吓。这么由台北市警察局、台安分局加刑事警察局最认真办。从国会议员到任何人无限的扩张，然后呢，要造成台湾社会内部的混乱，甚至造成台湾言论自由的寒蝉效应，这都是中国设定的剧本。我们真的要集起来反制，而不是来陷入中国所设的陷阱。针对沈碧荣事件，总统伫最近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站出来维护国会尊严，可以回应讲，家己判病叫别人食药啊。男子阿明代表社执会用西门庆形容中国，潘金莲形容国民党，讲台湾是中华老实的武大郎。相关比喻和那亚立委批评比喻不当。绿营的立委是赶紧出来讲，捍卫台湾的主权是大家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中市府消防人员的伫火灾当中是用中国製的空翕機咧勘災，互人質疑可能是有治安的記錄。市長羅秀燕表示會嚴格來查驗。因那專家是指出講，這款中國製的空翕機雖然講是真好操作，也毋過為着治安的問題，呼籲相關單位要是愛落實治安的認證。消防人員伫拍火現場出動空翕機來勘災，不過因摕這個空翕機，後面就發現是中國製造的，而且還佫是市府的消防人員咧使用。台中市議員自己有治安的記錄。有國家安全意識的人看不下去，最基本的國安，最基本人民的一個安全網，
陈调用指出，中国月2日，伫台中龙井一件火灾，消防警员出动中国制造的空袭机。不过政府伫2020年就公布公务机关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资通讯产品，批评市府带头违法，而且有可能加做国安的空防。台中市消防局表示，目前空袭机的数量，包括人关的甲马的，拢总有37台。也若中国制造的这款空袭机，目前已经无咧用啊。大部分飞行的地点都是因为火灾的一个现场，那我们的飞行高度也都会有受限制。回去要严查哈。那第三个，当然政府它的标规它有一定的规定哈。那希望所有的同仁要严守这样的规定。陆秀燕讲的严格调查，嘛要求其他的局处爱遵守相关的规定。专家讲，中国制造的空袭机因为技术较俗、好操作，所以受欢迎。不过，若是公部门咧使用，确实有治安的疑虑。那切换过去以后，一个就可以控制你这台无人机要飞哪里，是它来控制，不是你。它透过卫星就可以控制了嘛。就比如你今天飞到哪里，它里面都有地理资讯，就 GPS 的位置。第三者他要去了解你这台飞机飞到哪些地方。然后他再重新去搜索，用 AI 去，哇，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地方，它都可以的啊。林建国表示，若要使用空袭机，都要遵守空袭的规定，相关的单位嘛要落实治安的认证，才会当确实来把关。记者综合报道。关公署提出2026年补助方案，平常时呢出去佚佗，若准带暝带2暝以上，安尼上济是会当来补助2000块。另外，西里迄个月又阁有其他的优惠。有学者是表示讲，这是因为外国旅客的数量无够理想，这关公署才会出手来救业者。报道柜台人排真长，大概连续假日个人出国的人真多，看国内旅游以当日来回去旅行较多。为了提升国内带速率，关公署杀5大方案。明年开始，个人伫平常时拜一至拜四来旅游，每人第一暗补助800块，搁带第2暝补助1200，甚至迄个月会搁抽带速抵用券，游乐园凭票金，迄天甲隔天的带速拢有优惠。另外，奖励企业伫平常时旅游，旅行社组团有一定以上的人数有补助。尖峰跟离峰差好多。但是大家1到4不太会去，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平日的鼓励的机制。我们自己国人确实是要去彼此鼓励啦，但是我们要有一些就是创新啊。如果想出去玩，补助这件事情并不是重要的选择啦。那最重要还是你的时间能不能允许。关公署讲，这几年国内市场人数已经有逐年增加，为110年开始1.2亿外，到去年已经来到2.2亿外。不过当日来回无带速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带速率有较差。旅宿业对政府各项补助真赞成，也肯定这届有纳入奖励企业旅游组团伫平常时佚佗，也希望对这阵在较侪的东部地区会当搭配交通，也是举办大型活动的诱因。相对受灾的区域来讲，执行政策上能够提供更多的诱因，不然这个可能对于我们东部业者来说，这次国旅振兴方案可能又是看得到吃不到。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国际旅客的回流不理想。所以我们才要用这样的一笔预算来刺激更多的国旅。学者分析，本来当补助平常时带速率的国际旅客回流无理想，长期经营都要持续去拍国际市场。估计这届关公署有补助了后，国内旅宿带速率可望提高2.3%，差不多50%外，转来到疫情前的水准。记者采访报道。之前有发生在空服人员破病上班煞不幸过往的代志，今仔日有民间团体是去到民航局来抗议，希望赶紧修法定出休困甲执勤的这个时间等等，保障劳工的权益。也那工会团体呢嘛希望讲爱重视这惠安甲劳工过劳的情形，若准干那罚钱，安尼航空公司根本就罚唔惊。生命无价，生命无价，终结过劳，终结过劳。顶个月因为中营航空空服员不幸过往的代志，互外界开始重视请假权益。有空服员就讲，伊坐长途的飞行机去美国要做工课，公司干那互伊坐伫咧经济舱休困，到位的时就要搁继续飞。也毋过航空器飞行作业管理规则就有规定讲，机组员若是过劳会当拒绝执行勤务。毋过实际上因为惊受到处罚，准讲过劳嘛毋敢依法拒绝公司的要求。空服员希望民航局修法明定休困时间，也有执行勤务的时间等等，保障劳工的权益。飞时将近18个小时，而飞机上轮休的床位不够，所以我有很多同事，他只能挤在经济舱的椅子上面8个小时。
民航法规就说，因为它没有规定我们轮休的设备一定要平躺，所以呢，航空公司就钻漏洞。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讲，像中英航空、中华航空等等的航空公司，实际上常常出现空服员超时上班的问题。不过现有的劳动法令上当执法150万，对净利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国际航空来讲，那违法起航法根本就无得惊。工会要求行政院和民航局都要严格执法来管理航空公司，确保休息时间，严管违法的航空公司。这本来就是民航局的责任，但现行空服员休息时间标准过于宽松，让我们航空公司用最低的标准压榨我们。更荒谬的是，民航法比劳基法还宽松，航空公司不敢违反民航法，却把劳基法当空气。针对民团所表达的诉求，民航局是回应讲，会甲意见早登记讨论，嘛表示面对劳工权益和惠安的问题，因绝对袂结外挂。记者陈心东、林秀凯台北报道。那照咱国内呢，这目前劳保甲国民年金的制度，这被保险人若准过身去，安尼伊的亲人呢，是会当来领到维续的年金，若无就会变做是国库的钱啊。不过即马其实这独居的人呢，独身的人是愈来愈多啊，所以有立委是建议修法，被保险人若准在世的时阵是独身的，安尼就会当来指定一个受益人来领这的照护给付。不管是劳保也是国民年金保险。年金制度拢是为着保障直到退休了后的生活稳定，也毋过若是被保险人不幸过往，照规定是维续会当摕到维续年金，也毋过即马全台湾独身的人口一年比一年搁较侪，无维续的人年金的钱就会变做国家的。立委林俊宪认为无合理，主张爱修法，和政府的年金制度对时代调整。单身大部分都是没有符合资格的遗属了，那么你可以透过生前立下遗嘱，好指定一个受益人。那这个人受益的啊，就是你这个投保人去世以后，可以请你一个照护补偿给付了。立委林俊宪强调，目前保劳保和国民年金的独身人口已经超过300万，认为政府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劳动部回应，目前劳保已经有双重的津贴，无符合青年劳保资格的亲人，目前嘛会当有10个月津贴通领。本来有遗属的人就可以领这个5个月，那至于说没有遗属或不符合遗属年金、遗属津贴条件的，那他的伤亡津贴就是从5个月，那加倍就加1倍，那提高到10个月。卫福部是表示，这牵涉到债务的状况，也有法律的限制，因同意会讨论出符合现代社会结构的制度。不过，还要和专家学者讨论。这个必须要试射修法，哈，试射修法。那另外还有一块也是试射到我们的财务，哈，因为我们那是保险基金，所以试射到我们保险基金财务好的多寡而言。立委林俊宪是主张，会当将年金转做照护补偿给付的概念。若被保险人在生进前是独身，无符合资格维续，会当透过维续指定受益人来领这个照护补偿给付。希望社会会当讨论，透过修法来完备制度。记者魏宗林、曾春佑台北报道。伫台北市这路边的停车格呢，常常有人一个停落，就是几啊天的时间。这阵啊，这议会是通过修法的草案，未来若准停超过15天，安尼就会强制把车辆拖好走。另外，这拖车的费用也调到1500块，新制上紧明年开始施行。台北市路边的停车格透早就停满啊，若临时要拆车是真恶找。为着避免民众占违停真侪天，市议会法规会中日通过修法草案，未来路边停车超过15天就会封拖去，就算有落停车费，嘛会封强制拖去保管场。我当然赞成啦，因为这又不是你的家里，也不是仓库，这是大家要轮流有事儿出来才停车的地方啊。像学校地下停车场，它也是便民啊，也是方便你们。那你既然有这种需求，你要常停，你干脆就去租嘛。台北市交通局表示，已经修正相关的驻地条例，甲占违停真久的定义，为目前30天缩短做10天，而且公告了后的5天就会使来拖。另外，拖车的费用嘛，为即卖900块加悬到1500块，车辆保管的费用会由半天100块起到200块。我们常常有接到民众反映，说车辆停放，车格不足，然后车辆久停，所以我们有参照6都的久停车天数，这次把它缩短。
根据天管处的统计，台北市每一年平均有80台至90台车，因为占位停伤久，互拖去。另外有500至600台车红搭红单经过，所以天管处提醒民众，若有长期停车的需求，亲像出国等等，会当先买月票型停车的服务。若去互拖去的车，3个月车主若是无来领，就会依法拍卖。不过，这个新的制度要市议会商讨，若有顺利，上紧明年就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马这武林女社呢是愈来愈侪间啊，也毋过台南煞出现有人是无定房间，家己煞走入去歇困，而且阁充电。这业者发现了后，随来报警察，对这个查某人来提告，法院也照入侵主体，甲判拘役20日。监视器翕到姓周的查某人，星期五房间行出来，出去准备离开。啊，毋过伊毋是住伫遮旅客，而且无经过旅店业者的同意，就直接入来休困充电。互业者通报警方提告。经查，周女并未毁损物品，但行为仍涉及无故侵入住宅罪。现场将周女带回侦办，按依侵入住宅罪嫌送办。这种无人旅社是这几年流行的旅社，也因为介绍比一般的旅社较俗，加做真侪旅客第一选定。民众订了后，业者会互因大门闭闭，房客入去大厅了后，佫直接走找家己的房间，一切拢是家己处理。啊，毋过好亲像业者长期无该闭闭的空房，互人趁这个机会，也互民众感觉成为陷阱。安尼唔好啦，爱钱通先做啦。差不多10月初吧。10月初啊，到过偌月啊？密码敢有改？过偌月啊？你的密码拢共款？拢共款啦，拢共款啦。所谓无故，就是未得法益处分权者之同意而进入他人之建筑物。因此提醒民众，如果要进入他人的建筑物前，最好是征得屋主之同意。警方调周边监视器比对行者，锁定姓周的查某人，佮通知到案。经过了解，无扩大破坏或者是偷物件行为。啊，不过已经勘察报告亲自主体，警方照定数将人函送台南地检署。警方强调，过去也捌发生同款的案件，业者应该爱定时换笔笔，唔通互同款代志佮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民中心呢，规划要20档的时间啊，每年总算要来动工。也毋过公布这外观的设计图了后呢，有市民是感觉无介好，认为伤过庄严，袂输是性命园区共款。因那市政府呢是表示讲，这设计是还袂定案，会阁继续来调整。伫嘉义市政府正对面的停车场，即摆拢已经袂当停车。这暗算明年初要开始进行市民中心地下室的工程。不过，这栋阁合作8栋大楼的市民中心，楼会公布的建筑设计图，互看到的人拢感觉无讲介好看。网络是讲有先落去看，看是要先要先啦。嘉义市的市民中心设计图公布了后，引起市民甲嘉义在地社群媒体真侪讨论，都议员伫议会向市政府来反映。希望这栋建筑物除了会当增加在地特色以外，嘛要考虑市民的感受。市政府这边跟我们的设计师的团队能够重新的再来检视，6月份的这一个市民中心的示意图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嘉义市的需求，然后或者是说有没有机会能够融入更多有关我们嘉义市的元素当中。那市府已经要求同胞团队在后续进行设计时，需要充分考量我们在地嘉义市的一些历史文化以及木都等等的特色，然后并且充分考量民众的相关意见。明年初要动工的市民中心8栋大楼，总经费54亿。嘉义市政府指出，这个设计图是厂商参与投标的时阵提出来，互大家参考。建筑外观也未定案，未来嘛邀请在地建筑景观的专家学者做伙来合作，希望互这栋等要20档的市民中心有一个大家拢满意的结果。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这画面是南投有一个山友呢，伊伫个玉山国家公园的白云山庄这餐厅后壁去翕到一只姜仔虎当咧食喷。有关处是回应讲，会阁请餐厅来改进，甲喷炸落山也加强督导。姜仔虎看到喷当咧食，有一名山友最近咧南投县信义乡白云山庄餐厅的后壁翕到这段影片，带去社群引起讨论。伊伫铺文中也表示，烦恼甲喷放伫遐地，会污染关山环境。有网友认为甲喷放互我，互姜仔虎食会互因失去找食物食能力。
过去也有蛮多，就是这些登山游客装备，因为里面有食物或者是周遭有厨余，造成他们装备被破坏的这个问题。有厨余的状况下，可能会增加他们习惯跟有这样子的破坏取食的行为。有野生动物研究团队指出，脑便便的食物偷食，姜仔虎就会定定来食，影响因找物件食的能力，也会增加姜仔虎族群疾病传染的风险。建议游客唔通主动甲因饲，因为进前捌发生过姜仔虎破坏人的卡网，要摕物件食的代志。在加强的对员工一些教育训练。未来我们也都是一样，都是直接打包，然后带下山，因为过去也都是一样，因为那个都是用人力备工的。我们也请我们山庄管理人员，加强督导，加强环境整洁以及维护相关的设施的一个清洁的工作。大分山总委话厂商回应，员工自本就拢会甲喷包起来炸落山，即个是员工想讲要甲喷底互打，才会肯互我。未来会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强调会加强监督。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人讲这一府二鹿三舫甲中华鹿港内过去是开发较早，所以在地是有真侪超过100栋的旧厝。即马有团体是来举办行大的活动，用舞蹈来表现这旧厝的历史变化，也有居民的生活保有，希望会当互民众熟悉地方的历史。用舞蹈表现过去女性的社会束缚，最后靠家己的力量行出家门。中华鹿港有一句俗语：一不见天，二不见地，三不见女人。讲的是鹿港因为厝起甲真捌，加上土骹铺地砖，所以看无天，看无地。佮因为传统大部分的查某人拢踮伫厝内，所以不见女人。就有地方团体举办旧厝舞蹈行搭，透过舞蹈表演，感受在地历史甲生活空间的变化。我感觉足新的呢，我以前拢毋捌拄过这种的表演哈。过去内底有一寡即个古的建筑，早期上早吼是4000多栋，但是尾啊慢慢就愈来愈少去啊。用现代舞蹈啦、走图啦、家区的博物馆的这个观念，我感觉是非常好。中华鹿港过去是商业港口，开发较早，有真侪超过100年的旧厝，有的是砖头行、做生理的店家、毛病院、面体等等。即阵是袂少少年人创业的起点，就舞蹈团体甲行大单位合作，举办鹿港旧厝行大舞蹈体验，透过舞蹈甲音乐的设计，转译旧厝过去甲现在的生活故事。我想讲，舞者甲舞蹈甲生活这关联到底是啥物物件？所以我感觉讲一寡空间内底故事甲人的故事去甲转译，变成一个舞蹈的作品，互大家来看讲中华佫有啥物好耍的所在，还佫有文化。主办单位表示，过去舞蹈表演多数拢是伫表演厅演出，即马甲舞台换来旧厝，一来是希望民众亲近艺术，二来嘛希望行大过程，互民众透过旧厝熟悉地方的生活文化甲历史的演变。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东京一间酒店，这内底服务人员的身材拢不哩啊好，而且这间店的上界特别的，就是有提供高2杯这个饮料，佮会带你做伙来运动，成袂少外国的观光客来甲交关。得到严格电手的举办，规面拢是自信的笑容。这毋是健身房，是东京池袋一间名叫做“滚马女子”的酒吧。这间店上大的特色就是服务人员每一个拢是身材健美的女性。由这金光芭比带头，现场的气氛是真嗨。人可以来店内80分钟的体验，会先予你一杯高2杯饮料，过来店员会表演健美的动作，带人去做伙运动。因店内上受到欢迎的表演就是，敢若用手接葡萄柚汁。腕が細くて背中が華奢で足が華奢でっていうみたいなタイプの子が、一般的に可愛いって言わ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ここに筋肉女子に来るお客様はもう腕は太い方がいい。足は太い方がいい。这间店的经理任美，自伫高中拍排球的时阵开始做重量训练，按操练甲真好。不过日本社会传统上是较介意三条的身材，所以互同学笑人伤勇，脚伤粗，无法度接受家己的外貌，身材问题互伊真郁卒。でもこれは多分日本の女の子10代でみんな経験してると思います。
雑誌を見て SNS を見てこの人より太い私はダメ。任美讲，伊拄来这间店工作的时阵，发现以前家己感觉见笑的身材，伫遮颠倒受欢迎，所以加真有自信，感觉遮袂互人笑，会当互因安心做家己。原来这间店也互大家改变以前对日本女性的刻板印象。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1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22度到28度，南部地区24度到29度，东部地区是21度到27度。那外岛地区18度到2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